着照伊所甲因讲的，头颅仔的时，主人对因讲：头颅仔要啥事？因讲：主欠命伊，就牵伊就近耶稣，将因的衫掼伫炉仔顶，扶耶稣徛伊。伊行的时，人用因的衫铺伫路面，已经近，要落橄榄山，规阵的学生就欢喜，大声学乐上帝，为着所看见隆重的光荣，讲：伫主的名内的王应该得到学乐，伫天里和平，伫至高的位荣光。众人中有几若个法利赛人对伊讲：先生啊，着责备你的学生。伊应讲：我甲恁讲，因若静静，遐个石头要嗷叫。以上，这是要请本堂老传道来讲道。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掠条五梦的线索，掠条五梦的线索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伊的主爱煞甲担，伊的主爱对过去煞甲担，而且要煞到永远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是因为你的主爱煞甲担，互阮会当今仔日来到主你的圣殿。主，阮就是要来敬拜学乐你。主，阮就是要来听主你的声，你对阮来讲。主，阮听了要明白，听了要有开力。对遮行出去，当去到阮的厝的时阵，阮就满心感谢阿罗主，阁有开力行阮头前的路，互阮会当诚做光，互阮会当诚做阳。主，恳求你启示这话语，互阮会当明白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有人生中间真侪所在，咱拢袂明白。咱看到头前，咱厝的人的先辈，当伊离开咱，转到天家的时阵，我相信咱迄阵啊，心拢真毋甘，感觉讲人生是要安怎过活落去啊？咱是毋是会当伫人生？一定会有一个路，迄条路大家拢会行。传道常常咧讲，这条路叫做必死的呼召。上帝呼召你甲我，要去对，要去死呢？像讲，传道你讲的毋对，请举手。无一个人。毋是互主来呼召，要行一条路，这条路是一定是必死的呼召。只不过这条路有人已经先行，就是咱的主耶稣，伊已经先行这条一定死的呼召，而且这条路伊已经赢过啊。这条必死的呼召，一定是会呼召。咱是忍受咧行，也是咱咧享受咧行。我想今仔日上帝要对咱来讲，透过一个医生，弗兰克医生，伊其实是对少年的时阵，伊伫集中营来生活。伊身躯边的人，真侪拢尾啊无法度活出集中营，因为伤过痛苦甲艰苦，总是伊伫父母家后，个个拢过身，只有剩妹妹甲伊家己，伊却是会当伫个遐尼痛苦中间活落来，所以伊就开始去研究，是安那伫真艰苦的中间，有的人会当活，有的人无法度活落去，有的人。行这条一定死的路，有的人会当享受哦，你无听唔对哦。当咱行这一定死的路，是上帝呼召的时阵，咱唔是忍受甲艰苦罪过，咱是伫苦难中
咱是要享受主甲咱伫底，所以会当帮助真侪人，甚至伊发现一种治疗方法，叫做意义治疗法。这是安怎讲咧？就是一个真艰苦的人，伊实在真艰苦，伊无法度活落去。这个医生听的，手怎啊看咧遮，讲你有够艰苦的，你有够痛苦的，啊你哪会无爱去死？我看到咱兄弟姊妹，逐个喙咯，即句话你敢讲？咱逐文拢讲安那？毋通啦，毋通啦，太通死啊！毋通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毋好讲啦。可是即个医生，伊问即个真正听起来真艰苦，实在是连伊家己都感觉讲有够痛苦。伊问伊讲：你哪会无去自杀啊？即个病人听到即句话，阵啊醒起来。伊讲：你哪会甲别个医生拢无共款？别个医生拢叫我安那毋好即个念头啦。我哋都毋茫啊，毋通啦，毋通啦！你确实叫我爱去死。伊醒起来了，一个医生讲：来，你遮尔艰苦，你对细汉，你甲青少年，你甲大汉，甲你生囝，你遮尔艰苦，你哪会活甲胆？你活甲胆的原因是啥物？你无选择去死，你活甲胆呢？你一定有支持你活落去的。你想看觅是啥物？是啥物？伊想着啊！伊上亲的亲人，伫迄伊上艰苦的时阵，虽然伊嘛过往去，总是伊家讲我的宝贝囝，阿母是要去天里哦。天理甲上帝遐有愿望，永生的愿望哦。我知你后边吼真歹过，这条一定会死的路真歹过。你若真歹过，过袂去的时阵，你爱记哩哈，毋通自杀哈。自杀安那袂当去天堂哦。你就等，我就等无你安尼。爱认真活落去哈，爱活落去哈，爱活落去哈。因为安尼。伊人生有意义，搁较安那艰苦，伊想着有一个意义，伊爱活落去。所以对一个人来讲，有一个意义，会当快乐，喜乐会来活落去。咱的意义是啥物？一定有一个意义，互咱虽然真艰苦，但咱还阁活落去。但咱还阁为着这个意义，咱讲主啊，我愿意行到人生上尾，我要甲你斗阵的迄天。一个愿望会当决定一个民族是毋是会当来活落去。这个意义真重要。有一个查某囡仔，10几岁尔，甲伊的弟弟，厝里的人差不多拢过往，剩因两个姊弟啊，要引去孤儿院。伫孤儿院内面，佫发现因一个上重要的人嘛过往去。当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，伫孤儿院开始嚎甲目睭青面，嚎甲精神混乱、起笑。所有的医生，伫疗养院的医生，感觉这个查某囡仔10几岁尔，无路用啊，无法度啊，医啊，拢无法度，因为伊无意义啊，伊活落去无意义啊，无人听伊，无人在乎他。我活不活，谁在乎我啊？连这上帝嘛无注意啊！我上爱的人就安尼无去，我佫活咧要创啥？伊怎啊叫伊起笑去？疗养院最好甲伊放伫上帝的地下室，遐暗暝摸来关伫遐，无伊一直要共拍，一直要共弄。当这医生感觉讲无效啊，互伊踮遐静静行人生上尾路，莫共吵。总是即个疗养院野扫帚咧扫裤骹的乌巴桑，伊心内有疼，伊感觉伊需要去看这个查某囝仔。
所以伊伫扫完涂骹，伊拢会去摕一块饼，阵啊，楼梯去地下室，按面膜，搁湿，然后你就会听到一个查某囡仔淡仔叽叽叫，笑啊！伊无感觉，伊感觉上帝听伊。毋捌的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就摕饼互伊。甜甜食哈，食甜甜哈，上帝听你哦，上帝听你哦，甜甜哦，甜蜜蜜。这个查某囡仔感受到有人听伊，甜蜜蜜。一个扫涂骹的妇人人，摕一块细细仔饼，逐工摕去，逐工摕去，逐工摕去。这个查某囡仔，伫医生讲无效啊啦，无效啊啦，总是一个扫涂骹的无读册，摕一个饼，甜蜜蜜，上帝听你哈，伊无读册哦，我无读册哦，总是我知上帝听你哈，甜蜜蜜，我听你，上帝听你。这个查某囡仔，阵啊，愈来愈正常，愈来愈好，对地下室。一个人关伫遐疗养院，出来甲1楼，出来甲大家斗阵，出来甲一个世界愈来愈大汉。迄阵啊开始发明一项物件，叫做目镜。有一个医生发现，这个查某囡仔其实毋是痴迷啊，这个查某囡仔是安那近视啊，所以就该配一根目镜，这个囡仔。这个查某囡仔愈来愈好，总是爱挂一个真深的目镜。伊得到上帝听，伊感觉这个听爱刷落去，就亲像上帝听伊透过一个扫涂骹妇人人听伊甜蜜蜜的听刷落去。上帝主爱刷落去，刷落去，刷来甲倒。伊甲19岁时阵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目睭无看的。但是挂目镜有路用无？无路用。啊，伊吼，哇，脾气足歹，无人有法度伊，敢若起笑的。人就来讲，苏丽云老师啊，你来看这个好无？你来帮衬伊好无？甲你同款目睭青面的。所以伊就去这个家庭，顾这个细汉囡仔、查某囡仔嘛是目睭完全无看的，因为伊无看到，所以伊脾气足歹。歇斯底里，伊感觉无人听伊，无人捌伊讲的，无人知影伊，无人在乎他，伊就去服侍、服侍这个查某囡仔。这个查某囡仔尾啊影响真侪人。这个查某囡仔号做啥物名？对，海伦凯勒佫影响偌侪人，咱是毋是嘛受伊激励过？就因为一个意义。一个梦，互一个人活落去，互一个规个咱人类，拢因为这个海伦凯勒，因为一个意义，一个梦会当互人来活落去。你的意义是啥物？传道较实在讲，咱真正行这条路，行这条一定会死的路，咱的意义真重要。会当互咱行伫即条路，是忍受艰苦罪过，也是享受。咱若要享受，咱就爱甲主耶稣来行即条路。今仔日是樟树主日，就是伫耶稣迄个时代，耶稣要行人生，伊的意义，伊为着这来生的，就是要为人类来行十字架即条路，即条一定死的路。替咱来死的路，这是伊的选择。伊嘛安怎选择？伊选择入来这个城的时阵，哇，这么侪人，敢若咱今仔日读的经文同款，摕樟树枝来大声喊话，讲这个是阮的救主，是何山呐，何山呐，何山呐，就是啥物意思？即马啦，即马来拯救阮。亲爱兄弟姊妹。你即马需要主来拯救你吗？乃是爱，我靠这个主。上帝予咱
行往这一定死的路，是要享受伫伊内面的平安甲喜乐。安怎讲？就是伫个樟树街，耶稣即个场面，看起来真欢喜，看起来足热闹，总是伫热闹中间，敢若真紧张。因为罗马政府迄阵啊，知影即个以色列的、即个犹太人，因的即个民族，因伫个即天搬过节是真热热，但是热热因真惊因安那一个作乱，因惊即个节日安那有即个革命，所以真注意中间。耶稣即天，佫甲普通是无共款，咱来看即个场面有啥物线索？安那无共款，真奇怪呢！即个和尚啊，即马来拯救阮呢，伊捌行过真侪神迹奇事啊，阮拢看见呢。5饼2尾鱼，互4个人过活，哇！这一定是弥赛亚，一定是救阮的啊！伊嘛，这个是真诶，甲阮共款入城呢。啊，徛啥物？徛驴仔进城哦。即个线索是要甲咱讲啥物吗？咱看即个图，徛驴仔哦。啊，若要拯救阮呢？啊，即个若勇士，敢徛驴仔？骑驴就感觉有点驴啊，逊啊。啊，哪会安尼？敢咱想的无啥共呢？啊，勇士应该徛即种的啊，叫黑马，毋则对？啊，黑马怎样？一票到底，一次就逆转胜，毋则对？啊，他哪会徛即个驴啊？毋是徛马啊？伫马太福音21章第5节，就引用伫旧约中间就讲，咱即位上帝，伊是安那徛驴仔，是温柔的，伊徛这驴仔是代表和平的人君，所以毋是徛马。即个拯救者毋是徛马，要安那抬，要来掠，毋是，是伊要用和平，是要用疼。佫一个奇怪所在，线索，是安那耶稣徛即个驴仔，毋是徛迄个老母大汉的，是徛这细汉驴仔。耶稣遮大汉，徛这细只的驴仔，啊哪会无徛伊边啊？因为一定徛到顶，因为这驴仔还佫袂晓行。啊哪会无徛大只，徛这细只？啊若以保护动物法，耶稣你安尼有小可虐待牛仔吗？你若毋知意义，请先莫下即个定论哦。咱看迄阵啊，因即个犹太人因知影即个是暗号来啊。因为伫旧约中间，伫申命记嘛讲，咱若要献祭，绝对袂使用已经有挂单过的。当然是袂使徛大汉的，伊一定有人徛过。你要献祭，一定爱徛迄毋捌徛过、毋捌挂单过的，是牛仔囝，是驴仔囝，才会使来献祭。第三个线索是讲，这耶稣一向真低调，特别伊若行过即个新者，伊拢会讲安那，嘘，毋好讲，然后伊就走去，毋好讲。走去，因为时间还未到。总是即天，耶稣已经来甲上尾，伊知伊为着安尼来活，即个意义要为人类、为你甲我行十字架的路，为咱来顶伫十字架顶，要赎咱的罪。伊选择徛驴仔，互大家拢看见，互大家拢讲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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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，和尚啊，即马拯救就来啊！大家都看见，是啊，敢若即个是哦，就是即个是哦。耶稣定义，耶稣安排一切代志拢伫上帝掌管中，无一项代志发生，毋是上帝的应允，毋是上帝要祝福、要拯救、要祝福，会听属以外。
一切拢伫伊的掌管中。这要表明讲，耶稣伊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是以色列所期待的迄位。这佫一个线索，佫较奇怪。对咱即马来看，是安那？这个民族这么欢喜，喊话俄罗上帝，总是嘛是这个人无甲一礼拜，压啥物？定死，定死是你家己定死。同款的人，咧话讲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加规工讲安那？定死，定死，定死。你感觉奇怪吗？这就是一个线索。你敢毋捌拄着安尼？人就是安尼啊，人就是会变啊，敢毋是安尼？若毋是符合咱所期待的，人就会变。旧约的时阵，伊敢受到上帝的恩光，弥赛亚就是强势，就是徛马，就是你死我活，就是你压制我就是要来求这上帝有一天来报应，互你有报应。犹太人对弥赛亚误解了，误解这位耶稣基督，伊毋是用强势，伊毋是讲一个人成功，其他的拢刣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敢有误解耶稣基督？咱敢有安尼祈祷？主啊，你祝福我，你赐福我，啊，别人拢无要紧。啊，你来祝福阮囝第一名，别人拢无要紧，因为一班敢若一个第一名，逐个拢祈祷第一名。咱敢有误解这位上帝？我一个真好的朋友，20几年伫阮兜咧聚会，伊生理做成真成功，伊会来甲教会，就是因为伊的太太得着乳癌，伊定定咧为着伊的太太来祈祷。伊的囡仔拢真优秀，伊的囡仔有一个囡仔，第一个主要迄个志愿，伊就是伊会当考到医学院，但是伊无爱，伊要考台大物理系，伊要成做科学家。伫大学伊面想伊读物理物理系，读甲真好势，总是迄阵伊妈妈得着乳癌，开始陪伊的妈妈。我即个朋友伫咧真虔诚来祈祷，讲即个上帝一定来拯救。现在来拯救，伊定定咧宣告，总是伫囡仔4年的时阵，伊的家后嘛嫁往，伊心真艰苦，所以伊甲伊的公司交代伊的舅仔，因舅仔因拢无信主，伊讲我要来美国，行半年，我要来找我的妹妹，我的弟弟因拢咧美国。伊甲囡仔拢交代伊，半年了后转来，发现伊的公司已经变成别人的名，已经变成伊舅仔的名，因为伊的舅仔，伊的丈人还搁伫个，伊的丈人心真惊，感觉我的查某囝过身啊，我这囝婿毋知会变款袂，所以为着疼。囝，因阁住喺隔壁。你若是信主耶稣的，你若信这个弥赛亚，即马就来拯救的，你会安怎决定？你要安怎来祈祷？我的这个最好的朋友，伊心真艰苦，但是伊的囡仔嘛，因为伊的妈妈过身去做兵，讲我要转来。要阁考一遍大学，而且我这边要考医学院。伊甲伊的爸爸讲：“咱有上帝听，咱惊啥物啊？咱失去妈妈，咱真痛苦。但是咱知咱妈妈伫天甲主伫地，咱有愿望啊。但是舅仔、阿舅两个阿舅拢无愿望，换妈嘛无愿望。因若感觉这个公司才会当互因愿望。”咱用听敢好，咱莫去告伊敢好，敢好，敢好。
咱讲好足简单啊，你若是伊，你心会白白的。我一个好朋友，你也讲好，因为上帝，我相信你，你万事拢有你好的业力。一个囡仔真正考到台大医学院，开始读到6年的时阵，伊的爸爸嘛得癌症，而且足紧的，无1年，伊伫个实习的时阵，伊的爸爸嘛过身。伊因为爸爸妈妈拢癌症，知影即个痛苦，伊家己要诚做癌症的人的医生。伊会当知影癌症人的痛苦，伊用听来听所有的人，甚至听伊的外妈，听伊的阿姑，2个阿姑，这就是真正弥赛亚的意义。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咱听的力量。我这个朋友，伊即马伫个咱所谓的这个大医院。学术性的医院做真好的医生，癌症的医生。我若打电话给伊，伊拢无第2句话。音乐节没有问题，我一定去看他，我一定去陪伴他。这就是意义，这就是伊捌的基督教。咱捌的咧，咱是毋是因为听来听身躯边的人？你有误解主耶稣无？伫即个线索中间，咱搁一遍知影，上帝予咱的愿望就是咱伫受苦中间，咱总是有上帝荣光。伫以赛亚39章以后，讲到一首歌，叫做福灵的歌，讲伊受到鞭拍、被砍甲被抬的所在，荣光的基督甲受苦的牧灵，要成做上帝的奥妙，要成做上帝的荣光。这种荣光不是欺压别人，你输我赢，乃是讲我听你，上帝听你。咱是不是伫苦难中，上帝的荣光甲咱伫地，总是咱期待爱正确。上帝主爱会刷落去，只要咱是正确的，上帝会刷落去，就袂去卡住。若是你无正确的，就会卡住啊！咱一生中间，真正有真济的时阵，关关都难过啦，是毋是？总是主讲有主上帝荣光，互咱关关难过，安怎？阿们。关关难过，虽然无啥快乐啦吼，总是主也是甲咱伫地啊。关关难过，阿们，因为主荣光要透过咱来荣光，要透过咱来刷落去，刷落去，刷落去。咱的长辈将伊的听刷落去，刷落去，刷到咱呢？咱真重要哦。咱的是说要安怎来纪念咱？咱即马就爱来决定，咱要安怎来做？要安怎刷落去？刷落去，刷落去，互咱毋通将即个卡住，互咱会当上帝恩典透过咱来刷落去，会当来荣光上帝。伫这个线索中间，伫中秋节，其咱会当来有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就是咱受苦，总是上帝应允要甲咱伫地。上帝应允，你放心，我是听你，我毋是害你。毋是要害你哦。你讲团导啊，我拄着遮衰的代志呢。会记你上帝是要听你，毋是要害你。敢真呢？我筋骨疼几啊工啊，愈疼愈害呢。会记你上帝是听你，毋是要害你。
阮囡仔哪会拢无啥顺时，做生理也无啥货。上帝是倒位？会记得呐？上帝是疼你，毋是要害你。你讲传道咱哪会拢未有主任牧师啊？咱哪会想着讲安那？上帝是疼咱，毋是要害咱，敢好？上帝是疼，毋是害，这最重要的哦。你若安尼想，你每一个拢感觉真感恩啊！真的，你若想凡事，上帝拢因为疼咱，毋是要害咱，咱就感觉讲哇，上帝啊！你要刷落去，你的祝福对实的家顶刷落去，搁刷落去。咱受苦，总是咱有上帝的同在，这是上帝应允啊！以马内利的上帝要甲咱伫底，咱即马受苦，或者咱会感觉讲上帝啊，你伫倒位啊？你伫倒位？上帝伫倒位？上帝伫受苦人的即个营内面，阵营内面，你受苦吗？你受苦吗？即马受苦吗？你若是受苦，团队要恭喜你，因为上帝伫个受苦人的内面。你即马感觉上帝伫你的内面的人，请你举正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你无举手的，我会特别去拜访你。我知，你需要主。上帝真正甲你伫底，上帝是疼，毋是害。上帝是疼咱，毋是要害咱。因为上帝伫十字架顶所受的苦，伊拢了解呢。咱的骹丢丢啊疼，丢丢啊疼，伊拢知呢。因为伊手迄个伤痕，铁顶啊降落去，迄比咱搁较疼呢。所以有谁会当了解咱？当然是耶稣啊！伊了解你啊，毋是了解尔，伊搁有法度啊。敢若了解尔，拢讲哎哟，你足疼，你足疼，足疼啊，安尼尔吗？无，上帝已经赢过遮的，伊对死搁活，伊有大权能，有永生的即个气力。有一个神学家，伊讲上帝无阻挡艰难的事，伫即个自由搁危险的世界来发生，是选择甲咱斗阵来分摊。伫即世界，你若去访问所有受苦、行过人的人，已经走过那个受苦的人，伊拢一定会甲你讲：当我感觉有人甲我分担的时阵，我感觉真快活，我感觉真轻松，因为我会当行过迄苦难，有人甲我斗阵行，我就感觉有快乐。伫咱苦难中间，咱感觉上帝伫倒位？上帝就伫教会内面，伫咱内面。安怎讲？因为咱要甲受苦的人斗阵，咱就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骹甲手啊！咱要来甲上帝斗骹斗手啊！所以，或者咱是上帝的斗骹甲斗手，咱要来甲上帝斗阵，来陪伴遮个艰苦的人。所以，当你若苦难艰苦的时阵，请会记哩哈，转来甲上帝家，转来甲教会，因为上帝就伫教会内面，咱要甲啥主一斗阵来陪伴遮个痛苦艰苦的人。咱三甲来读即句经文，敢好？愿咱的主，请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，就是怜悯的爸。赏赐逐项安慰的上帝，得到懊恼，咱伫这患难中，伊安慰阮，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，来安慰逐项患难中的人。
哥林多前后书1章3到4节。咱搭在患难中吗？有需要被基督的人，请举手。主甲恁记得，主要亲身成做恁的帮助，成做恁的救恩，恁的快乐。阿免。主要互咱得到安慰，咱也要去，因为安尼要来安慰别人。因为咱伫教会中间，拢是上帝斗骹甲斗手，咱甲上帝斗骹手的意思啦，对无？毋是上帝袂用的哦，不是他不行。不是他不能，不是上帝袂用的、袂晓、袂用的，不是，是伊怜悯咱，咱看会起咱啊。才有法度甲上帝斗骹手啊！愿意甲上帝斗骹手的人，请你举起左手，即摆左手啊，拢无困去啊！哈哈，感谢主，放下，谢谢，感谢主，咱拢上帝的斗骹手。上帝伫倒位？上帝伫个备办一个新的家园。互伫未来中间要重建这个世界，因为上帝伊家己讲，因为我是去甲恁备办所在，甲咱备办所在，所以咱这个一定会死的人，有愿望会当享受，就因为上帝已经为咱备办所在，上帝伫未来中间，所以咱会当享受一定死的路程，咱就会当甲这。一直刷落去，刷落去，刷落去。今年真特别哦，国外节甲清明节同一天呢，对无？所以咱要活过来啊，是无？吼，咱的亲人无死哦，伊还阁活，对无？是安怎知影阁活？你有想过伊无？你有受伊影响无？有无？有啊，伊还阁咧讲话呢。伊虽然已经死，总是伊还阁活。这所以传道拢讲这叫做啥？活死人。你无惊哈？真正哦，伊还阁活着，伊还阁咧讲话，为你甲我咧讲话，还阁想着伊好所听。活死人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啊，咱毋通都顶背讲，无颠倒讲哈，咱毋通诚做死活人哦。你还阁活地对无？总是你若是跟死人一样没有影响力，臭臭的，安尼都唔好啊，敢好？咱将来咱拢要诚做活死人，是安怎讲？当咱每一遍咧思念咱的先辈时阵，拢会有一句话，有一个重要意义，互咱一直刷落去，互咱一直刷落，互咱想着伊。咱心内就感觉真温暖。有一个有一个50几岁的人，伊是真有名的副教车拉维。有一遍到50几岁才去扫墓，扫着去伊阿公的墓，伊爸爸。去墓，伊看到一句话，刻伫一个墓碑，伊安尼写，咱斗阵来读敢好？请。因为我活，恁也活，我就是主啊！吼，这个伫约翰福音就是讲主，因为主活，咱也活。咱搁斗阵来讲好无？请，因为主活，咱也活。这句话，伊看到这个墓碑上，头一遍50几岁才去扫这个墓，甲伊的太太看一个，然后两个就笑，是安怎讲？伊毋捌看过即个阿公，甚至连墓毋捌来扫，因为伊一生真艰苦。伊17岁的时阵，毋捌迄阵也毋捌主哦，伊的妈妈嘛毋捌主，伊就自杀，差一点点成功。去互救起来了，伊也是无想要活，总是。伫四边的教会的人，伫边伊传福音，送伊一本圣经，互伊的妈妈。伊的妈妈嘛无信主，无去教会，总是伊的妈妈看到伊安尼，想要死，17岁尔，因为伊艰苦甲伊感觉活得无意义，伊就读圣经。
对约翰福音一直读到14章19节，因为我活，你也要活；因为我活的，你嘛要活。伊妈妈伊也毋捌去教会，毋捌信主，听到即句，伊就哪醒起来，活起来。伊对即句话真有兴趣，伊就哪开始去问，开始去教会，因为即句话，因为我活，神活着，所以我才能活着。伊开始去教会，甚至读神学院。会记得伊袂？会记得袂？就是伊啊！伊尾啊，真做真有名的副教家、教导的布道家，咱会记得伊袂？当边传道有讲，伊去越南传福音4个月尔，互一个少年的信主，伊的翻译，信主的迄个人尾即个越讲入来了后，即个伊去互苦毒，对无？伊无相信上帝，讲我袂信啊。结果第2天，伊去扫上垃圾的便所，发现一张纸，顶头迄张纸还佫别人的味臭臭，总是顶头有写英文字，写啥物？咱来读，请。万事三讲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，之最要嫁当咱伫基督的听。会记得袂？尾啊，伊要走了，有4个人越讲来敲伊的门，会记得袂？尾啊，伊逃到哪里？逃到美国，后来在美国做生意，祝福很多人。这个听一直刷落去，一直刷落去，一直刷落去，只因为一句话，因为主活，咱就会当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决定你要刷什么花落去无？但既然对上帝遐领受遮尔济，上帝主爱刷落去，刷落去，刷落去，咱嘛承受咱的亲人刷遮恩典予咱。咱是毋是要刷落去？潘霍华是德国迄阵希特勒的神学家，迄阵真济牧者无反对希特勒，总是伊反对，伊讲这是毋对的，这毋是上帝真理，恁误解上帝真理啊！所以伊讲，我相信上帝会当将万事，甚至上过无好邪恶的事，为着是要产生好的结果。为着安尼，人需要互上来做每一项代志，人需要容允每一项代志的发生，因为这的发生，拢是上帝要互好的、祝福的、祝福的一个款式会当临到伫咱。你有稳准你感觉真歹的代志发生无？你是毋是伫苦难中？若是，主要家己伫倒？而且，咱爱想好代志要发生啊！好代志要发生啊！因为咱的主是听，毋是害。主是啥物？听，毋是害。主是听，毋是害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听完，毋是害阮的主。阮知阮真济时阵，伫苦难中，阮袂记你，总是主，你袂记你。你听阮，是永远煞到永世代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永远有你通靠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力量。主，你永远你要甲阮斗阵，主，你永远阮是有盼望。你永远伫天里，你已经为阮备办所在。伫阮行即个一定的死的路程，主，愿要享受你十足的平安甲喜乐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对这转去阮的厝的时阵，主，阮就满心感谢俄罗主，阮就知这位赢过死亡权势的主，甲阮伫地。回去到阮的厝，回去到阮的家庭、阮的事业、阮的工这个世界，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也要用主
主祷文，我们斗阵安尼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历史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